大家好啊！有啲客人反映收貨之後發現羅馬簾有啲唔平整嘅情況。今日呢條片咧就想同大家講解下呢個唔平整嘅問題可以點樣解決。羅馬簾之所以會出現唔平整，主要係因為全遮光捲簾嘅布料本身質地比較硬，喺打包同運輸途中好容易整到折痕，咁所以就會出現唔平整嘅問題咯。咁究竟點樣處理呢？個方法其實好簡單。我哋只需要準備一部手持熨燙機，等羅馬簾安裝好之後，先全部放落嚟，跟住用熨斗喺有唔平整嘅位置輕輕咁熨直，咁樣熨完之後呢，羅馬簾可以保持好耐都唔會再有唔平整。如果之後再次出現，都係用同一個方法處理就得。如果仲有其他問題，隨時可以揾我哋萬里嘅客服聯絡。多謝大家。